看交通部的观光局、有气象局，今仔升格做观光署甲气象署哦。也毋过气象署的人员编制、甲经济、甲经费拢无增加。观光署哦是扩编100个人，每年的经费嘛比今年增加11亿。甲红布条扭来，中央气象局正式升格成做中央气象署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加首任署长田家平勉励气象署的同仁因应气候变迁，升格了责任是更加重大。不过，人甲经费拢甲升格进程同款，引起大家讨论。在整个的这个主改的制度上面，本来就有一些这个保障的部分。所以那个部分会依照现在的制度，那当然我们也在持续的希望能够争取有一些更好的这个对待。伫同一天宣布观光署是确定要扩编，那将会增加100人，113年度的预算支出变134.35亿，比今年度增加11.14亿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解释讲，主要是过去伫咧观光局的时期。部分的外派人员是约聘，伫这边升格了6边。我想也不是用人来比啦，观光署因为它主要在过去国外的人力都是用这个兼任的方式啊，所以我们这次未来要让这个国际的旅客更多哈，所以都是变正式编组。大家伫咧注意讲，同款是升格，气象署甲观光署情形无啥同款，尤其是黄台天负责预报责任的预报员。伫过去因为预算的限制，甚至有几落个人是约聘人员，薪水甲正亏袂比的。地处气象署回应讲，因应预报模式愈来愈进步，也有 AI 的发展，也正甲各个会、也有产业界、也有学界共同向行政院提计划，争取经费，优化预报仪体设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